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？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，分享俾大家。好多香港商家喺小紅書起號嗰陣時，成日都覺得流量好難捉，競爭太大啦。但計我話，你哋只係未揾到呢4個核心嘅技巧。今日咧就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從定位到種草一步到位。第一個，我哋好嘅生意咧係要從定位開始㗎。越係細分嘅賽道咧，越係容易出圈。依家平台競爭激烈，香港商家與其紮堆喺一啲大熱門嘅賽道，不如切入一啲細分嘅領域，譬如穿搭賽道，好似小個子男生穿搭、微胖穿搭呢啲細分嘅主題，反而可以快速咁吸引內地精準嘅用戶，更加容易咁喺小紅書嘅流量池入邊突圍而出。第二點，明確你嘅目標用戶。香港商家首先要搞清楚你嘅目標用戶群體到底係邊一啲人，咁佢哋嘅痛點係乜，需求係乜，只有捉住痛點，我哋嘅筆記內容咧先可以直中人心。就以微胖穿搭為例啦，用戶最大嘅痛點咧就係着衫顯肥，所以我哋嘅筆記內容咧就要圍繞點樣着更加顯瘦、更加遮擋肥肉嚟寫，直接解決佢哋買衫嗰陣時嘅核心需求。篇幅有限，今期咧就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繼續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